里传统艺术中心3月来推出到第2届台湾戏剧艺术节。台湾所有代表性的传统戏剧，包括布袋戏、歌仔戏、百家剧、客家剧等等，拢有演出。国宝级奖中戏大师陈淑红甲列祖再度登台表演，播清代名将的故事。伫国内一流的剧团东台传奇剧场，由新剧团的优秀演员，将英雄武雄的传统故事搬出新风格。透过这种年轻的形式呢，可以让我们一般的大众可以很容易可以理解这个《水浒传》里面的故事。发表伫传统戏剧甲创新的表演艺术中取得平衡，嘛替台湾的传统戏剧的发展提供全新思考的方向。作为国内最大传统戏剧推广基地，国内传统艺术中心将2019年台湾戏剧艺术节当作是每一年的重要活动，更加有一个长远发展的目标。第2届我们是以台湾中部，都为展望未来的6年、7年，我们会把台湾各地的人文历史故事用戏曲呈现出来，也就是能够再现与连结台湾土地与人民的历史记忆。包括永兴客家彩地剧团、台湾戏曲学院、京昆剧团、棉花园秀琴歌剧团、台湾国乐团、甲舞剧团等，来伫专员招教，为3月份开始，以戏曲台湾、戏曲经典、戏曲未来等3大中心，表现上界精彩的作品，嘛有上界有台湾特色的传统戏曲，写一片的心意。